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加拿大聯邦大選提前至4月28日，港人鄭敬基獲保守黨提名參選。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麥卡尼於3月23日正式宣布解散國會，第45屆加拿大聯邦大選將提前至4月28日舉行。本次選舉將選出343名聯邦下議院議員，決定加拿大未來的政治方向。在這場競爭激烈的選戰中，來自香港的移民鄭敬基遭替成功獲得加拿大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提名，代表該黨競逐多倫多丹 Valleyno 選區的國會議席。鄭敬基的參選被視為海外港人政治參與的一大突破，他的競選不僅挑戰自由黨的傳統票倉，更有機會成為首位進入加拿大國會的香港民主派代表，為香港議題在加拿大政壇帶來更多關注。港人鄭敬基挑戰自由黨票倉牽選戰焦點。丹 Valleyno 選區長期由加拿大自由黨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掌控，現任國會議員董鵬限黨因涉及中國干預加拿大選舉醜聞而備受爭議。鄭敬基作為保守黨候選人，將在此區對抗自由黨的勢力，為選民提供另一種選擇。鄭敬基的競選團隊強調，他的目標是代表更多關心民主、自由及人權的選民發聲，並促進加拿大對香港議題的支持。這場選戰不僅關乎保守黨能否奪回該選區，更被視為華人社區內部對中國政策立場的一次分歧表態。從藝人到被香港政府通緝鄭敬基的政治旅程。鄭敬基曾是香港演藝圈知名藝人，後來移居加拿大，並創辦關注香港新聞及時政的香港台 Hong Kong Channel， 積極為香港移民發聲。他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，公開批評港府及中共政權，並在加拿大參與和支持多場港人社區的民主活動。2023年，香港政府依據國安法發出通緝令，將鄭敬基列為逃犯，並懸紅100萬港元，指控他涉嫌煽動分裂國家及勾結外國勢力。對此，鄭敬基回應稱，他只是行使言論自由，並誓言繼續為香港及海外港人發聲。港人政治參與新里程碑，香港議題躍上加拿大政壇。國際人權組織香港監察 Hong Kong Watch 於3月24日在 Facebook 發文祝賀鄭敬基獲得保守黨提名，並表示面對重重困難，鄭敬基展現了非凡的勇氣與堅持，這對全球港人來說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時刻。該組織認為，鄭敬基的參選象徵着海外港人積極參與政治的新里程碑，也激勵更多港人融入當地社會，為自己的權益發聲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若鄭敬基成功當選，他將成為首位進入加拿大國會的香港民主派代表，進一步提升加拿大政壇對香港問題的關注，並可能推動加拿大政府在香港議題上的立場更加強硬。加拿大華人選民的選擇：民主價值 vs 經濟利益。在加拿大華人社區內部，對於這場選戰的看法分歧明顯。一方面，一些選民支持自由黨，認為該黨能維持與中國的經貿關係，促進加拿大經濟發展；另一方面，許多支持民主價值的選民則轉向保守黨，希望該黨能採取更強硬的對中政策。鄭敬基的參選讓這場選舉更具話題性，也讓加拿大華人社區面臨一個選擇：究竟是支持民主與人權，還是優先考慮經濟與穩定？選戰進入白熱化，4月28日見分曉。隨着選戰進入倒數階段，鄭敬基與自由黨候選人預計將展開激烈交鋒。對於關心香港議題及華人政治參與的選民而言，這場選舉或將改變加拿大華人社群的政治版圖，也可能影響未來加拿大政府對中國及香港的政策取向。最終結果如何？4月28日大選當日將見分曉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下次更新時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多謝收聽。